过年要换现钱包红包，今仔开始有8间银行提供换现钱的服务。今仔早起就排队排到落长咯。另外来看股市今仔早起嘛开红盘，收伫23266点，是起118点哦。分析师是表示讲，即摆市场是真乐观，所以大家愿意甲股票留到过年后。一塔新台票，交互民众农历春节特别到位，传统方式就是爱包红包讨结条，包含台银、土银、合库银等8间金融机构，456间分行，29、24、5营业日开放换现钱。基本上所有面额都有换到，因为2200比较难换啊。对啊，提款机怕有人又存款进去拿到又旧钞。习惯就排第一啦，那喜气洋洋啊，热闹啊。民众惊换无第一天就赶到现场，有银行主管是提醒，点击换钱高峰期是伫银行拄开门，中昼休困甲下晡3点半关门进前，若用隔开这个时间，应减少排队的时间。毋过爱特别注意，央行有限制100块，每人限换100张，200块才其他金额照量来进行。若换钱需求量伤过大，应加排几摆。另外，同款红记记也阁有20日，台股早盘、大盘开悬23203点，起55点，上悬到23337点。台积电开盘1115块，上悬有到1135块，市场是真乐观。汇买指数也大涨超过1%，那这也可以看出说，现阶段其实说投资人对于未来的行情氛围，或者说年后的行情，其实是比较有信心的。分析师点出，顶礼拜台股已经出现一波修正，目前风险相对较低，无出现预期当中的年前美股的状况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